破满了，差不多了。你哪个？帅！亲们，一下来呀，弟弟来了。样的了，那样的了，就蛇皮咯，你没抢的呀咯，这天时空运有咩唔做的嘞？你嘛该啦，万一严重受惊癌，那唔做较真实啦。哎，没有终于做蛇皮咯，弟弟啊，等一下跟着米娅公哈，不要乱跑哈。知道好。媳妇啦，把那个稀饭哦放到餐桌上面，你等下跟丁丁的两个人一起吃完以后，我们准备下山去哦哈。哎，你唐多么啊？做蛇皮我唔讲啊，唔想。唔是我的啦，无时间的啦。点点。抗议！抗议！抗议！抗议啦！抗议啦！不准飞下啦！抗议啦！现场好，我是云顶国小的家长会会长曾明义啦。红豆了味，你无甜无，做得了了一下无，爱你头前，还有青豆给路，一行有你做伴，爱唔会惊。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边有人带头抗议啊！抗议？啊！不要搞我了啦！真的啦！我们两个快要调到别的单位去享福了。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我也不想啊。可是那边真的发生大事情啊！在哪里？在那边啊！在那边是不是？哎，遇到这种事情，要冷静，要沉着，看着我，我教你怎么处理。好，走。走。不是，学长这边啊，这边。在那边是不是？对。好。
学长，这里啦。那里有。对啊，对啊。我跟你讲，啊，他可能是摊贩啊，摆错地方，摆到我们门口而已，不会啦。这样子。这简单小 case。好好。哎，你是没有遇过这种大风大浪。是学长。你弄来卖东西哦。警察，你有没有叫你哎，警察先生你好你们，在做什么？我们来抗议废校，抗议！你们诉求是什么？抗议废校，抗议废校啊！哎，老兄，里面现在有人在开会，你们这边喊，谁听得到啊？总统听得到吗？还有，举高！抗议！不清不楚。举高！不守信用。谁对你不守信用？就是那个教育部啊，本来说不要废校的，后来又要废校啊。哦，那请问是我吗？不是，是他？也不是，还是我们这个单位的？不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薛先生，这是云岭村我们手工果酱，都是亲手种的哦。哦，手工果酱哦。好吃哦，没有加农药哦。你们再喊一次。来吗？来吗？啊！你看，他们的诉求多清楚啊！他们就来卖手工果酱的，啊，你们呢？对不对？不清不楚，啊，你们这样子会影响到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你们这边做好榜样，对不对？你们两个来交换位置，来，鞠躬。国酱说相声的，换回来。要抗议，我们要寻求正常的管道去抗议，总统才听得见，知不知道？要寻求正常管道。这样好了，那这样我果酱送你了啊，你跟我讲说要什么管道，跟我说好吧？对啊，去哪里？第一个，果酱不用送我。第二个，现在还有时间，你们去，政府机关去看看，要寻求怎么样的正常管道来去做这个抗议，好不好？那这些果酱，我全都买了。真的，电话留给我学弟，就这样子哈。团长，关心了。我有关系。喂，我就跟你们讲，叫你们利用你们仅有的时间，赶快去看怎么样去做寻求管道的事情嘛。再去想别的办法。对啊，赶快，少息后不进解散。谢谢。手信。谢谢警察先生。就别来了。丁丁，我们来拍马屁。好。哎呦，对啦，无菜种嘢存种啊，无头脑会到，啊，事情啊先记住啦，啊，我上看啊哦，我以上的都讲，迄免要用你这样的机会哦，这个摆摊的周胜利啦，不得不亲。话唔免按讲，按有人当个村民哦，按难得下山去做生意，唔系做兴讲，唔做生意人家排死人，讲唔出来。好嘞，他们抗议的事情啊，俺唔会求唔到啦，俺自己想办法。想办法，你先来看啦。俺总会想个办法嘛。别看了，别看除非哦，佮做喺度啊，有个工厂哦，要注意弟弟哦。你无啊，佮后生人唔肯做就工厂有马个效用咯。俺住喺花田湾种的。不去。俺讲小李先生啦。那事情哦，你要让俺天数的呢，唔要你个忙下就衰呢。哎呦，小李先生讲的哦，错。你讲乜办法？你身为村长，你为民服务的呢？哎呦，俺咧村长抢人屁事用的啦，俺做做嘛，无按他的权利啦。你还有讲无效用的系啊？平常美国乜啊，黄金又八股，关系几好，了解到你呢？啊，你最近朋友在哪里嘅？喺唔要出嚟讲法啊？睇你元旦规则讲法啊？哎呦，你要讲我要按啦啊！俺咧讲嘅全國先咧，佢分好搞全國咧。
没按远当听呢，你讲没谈啊？哎讲清楚啊！唔敢妈来红人啊！川啊，牙医是迄没讲，你二老事情啊，没他太胖对不对？你来赌是抗议啊！啊，你太胖，按太胖好不？太胖了，没太胖。太胖呀！太胖也喺跳啦，咩買嘅同事一天都喺度咩。没啊，我都元旦过生活，你要来拼啊！抗议啦，斗算抗议！啊，看到嚟，看到嘛個，hello 啦，係唔係就？講咧，啊，看到嚟，看到嘛個，hello 啦，係唔係就？講咧，真嘅呢，講嘅你凶棒棒嘅呢。你是啥？迄讲完着向下下啥？做对唱唔听数嘛？当然做对啦。弟弟，快点！这里啦！哇！所有嘅心爱最漂美美亮！。小时候也想要这种鞋哦。我老亲人嘅秘密，就係用嘅做啲本切家，唱一隻長長嘅新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老爱强用，无嘛个太子兄，做新娘的字眼哦。好漂亮哦！你跟妈妈一样，今天都是新娘子。不要了。为什么？不要了。鞋子很漂亮啊，小女生都会想要有这种鞋子哦。小丽先生，我是实话实说，山上石头那么多，只适合球鞋。对，我们女孩子啊，就是要有不对啊，是很多双像这样只能在家里面穿了看漂亮的鞋，你懂什么呢？太多了啦！老师，你有几双鞋10只手指头都数不完。好了好了，要买就买。老板，把这双鞋子包起来，顺便把这2位女生包起来。好啊，全部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这是我们3个人之间的小秘密，谁都不可以说啊！对啊，不说就不说。乔丽先生，他一定说出去的啦。上次他也答应我，不把我下山都要骂的事情给说出去。后来他为了抓网路线，还是跟村长说了。
所以啊，他这个人只要给他一点点利用，他一定立刻投降的。对吼，那怎么办？你们相信我，我不会说啦。好，那我们就再相信你一次，你要好好把握这弥补机会哦。耶！快点快点，我们要去赶最后一班车。Surprise！ 会不会你的哈戏耶？你要怎么干？土匪！人唔通的啊！啊！你根本你懂奇怪哦。大蹦伊，大蹦伊。你根本你懂奇怪哦。用呀！根本你超人老阿岁数天麦够钟，用无来啊？哦。原来你偷偷的在注意我啊？嗯？我哪有注意你呀、啊？不要乱讲话好不好？少在那边自作多情啊！我跟你讲哦，根本就懒时差，你兜兜捋当要做马呆哦。哎，还没男士很讲。哎，超人说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到大，你就不能像他一样平易近人一点？你一定要这么讨人厌吗？你不就喜欢我这副讨人厌的样子吗？哦，谈恋爱。阿水啊，阿水啊！来，好。阿妹，哇，终身证了耶！你系阿婆？阿婆，真印象啊！有冇去研究咯？前邊生理唔好，你講都賣唔出去啦。俺就全部賣槍槍哦。冇啊，生年紀唔錯誒，生理唔好，冇賺到錢啦。不過，阿妹入回來。啊，當正月咯，要上嚟看看下嚟啊！上當哦，好喜好啊，我輸曬帶勁嘅啦。
妈吼，按叫风是不是徛起来啦？叫我无嘛放天，看妈有妈去洗了天数的，唔会大天数哦。无安严重啦。妈，那这个我慢慢的杭州好话啦。阿妹喜欢吃马街，来做俾你食咯。来啊吼，多谢啦。医生讲啊，我要过去啊，我是较淡调的，无需要记我。免啲啦。阿妹，这是。莫甲阿婆讲，甲爸爸讲，各种生意做得更好。你嘛该啊？这个存的钱啊，阿妹留起来，等你读书。不过我都唔得骗人。阿婆本年钱你都好骗啊，我喊你莫讲，咩喊你骗啊，我老说。每张啊，你想爱唔啲？阿婆本年钱来用诶。我要赌起来。当好。阿妹，阿婆啲阿妹遐几多年啊？俺唔啲咧。阿婆会买阿婆给阿妹。系啊。你其实喊佢爸爸，你爸爸上天堂啊！你喊佢爸爸，佢会过谢你，帮你读书，帮你过好，对吗？苗球，还蛮帅哦。做过奖啊，年夏天呢。哦，你个买果酱哦。阿水种的果子卖唔出去，种多了，多好来有一集种朴实，是几高嘅，用果子做果酱。阿妹。我去吃啦。好吃吗？哦，最近好吃呢。真的啊？系啊。苗球，我啊吼，唔免讲我水的，迄我来的。我怎安尼推佢讲法呢？佢唔会赚钱呢，其实咧上爱赚佢上爱赚嘅钱。佢细嘅时节啦吼，总有个阅读障碍啦。我定去读书呢，佢课本吼一张是一张是样本去读，数学啊题目一题题嘅样本去读，他搞出手机呢。不过我知啦，佢会成功，我相信佢会成功啦。佢唔识甲我讲过呢事情。佢个性真好强啊！其实每本人提讲佢唔会款事啦。不过吼，我来的吼真优秀，佢小学嘅时节啦吼，参加过国战。你都甲作奖呢，惊你讲啊，当好啊，骗人读唔到嘅上啊，佢都读得到呢。佢冇甲我讲诶。上次机会啊，唔只要看到人嘅优点啦。阿妹啊，老人讲，夫妻啊相处啊，一生人嘅事情啦，唔一定要看到人嘅优点，莫将看到人嘅缺点。一定冇专心人嘅故乡。阿邊要結態，我都要結叫冇做咧。如卡斯太熱啊，身體唔啲好冇。我當叫我大天發作咧。驚到把真相咯。有時間啊，我佢接打電話做伊問下，
较做得会衰啦吼，较做得怎么吼？阿妹，你先说呀。阿妹，阿妹。哦好。哎呦，哎妈，哎我现在。凊彩行行啊嘞啦，阿婆唔准无限啦。总唔得啦，我买山路快行，系等人来去啦。咁无，嫌阿斌人阿强阿姨，边，阿婆叫我阿姨行行啊。好冇？好啊。好。阿婆，你看你，我生意掉的哦。哦，没空要生意的喂。好。阿婆。啊？平时也是有没有爱用看家啊？哎呀，阿婆的脚啊吼无好，阿母做咩无好啊？娘，爸爸吼老阿伯啊，拄安尼，我出去就要请来。我要休息一下嘞。好好好。哎呦。哎呀。哎呀，你这为什么？哎呦。那边让妈妈录的时间，有要安尼天气哦。我呀，不过俺无希望佢录出脚，也无机会变骷髅头。俺不跳，我来亲爱，我要惊。我想念以前的爸爸。你阿妹老来讲，你嘅爸爸都佢真是的。我冇看过佢。更娘无嫌清水爸爸。也唔知，不过也喊唔出来。吃很靠哪里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又唔勉強唔啦吼，見阿婆事，慢慢地行哦，慢慢地行哦哈。Ravi, Señor. 太自然什么会讲，你一样东西做几个家私，你一样东西会做在哪来买卖，当难得到的东西，总系本人珍惜。不过感情，像人总系买唔到。也攞唔到，姑嫂，感情到底係乜嘅咯？十年冇做來想，可能就係相互做伴，行一段路，也係看定嘅生意嘅離開，就係一生年。
也吃饭了哦，今晚要学阿公选我天高老后人哈，好起来，好好，硬起啦，硬起啦，好起来，哦，安尼唔好啊。 快去！好嘅，我好嘛，好嘛，空啦！哎呀，空也吃饭了哈。大梦伊。 公电话啦！喂，柚子，我们村子里面没有。你在外面名字叫柚子，你的电话？不是的，你女朋友叫柚子，电话？不是啦。喂，啊，柚子酱哦，妙琼家哦，啊，你打电话去他们家就好了啊。 汇款，嘿，我们是讲信用的啦，货到再付款就 OK 的啦。啊，我会帮你转达 ，OK， 谢谢。喂，引领村村长服务处，我们没有卖柚子酱，哎，是我同学家卖的。好，你要几罐？好，我知道了。 小梅，村长，你好，最近无看到的呢，身体好吗？阿小梅，阿叔结婚，两见过面，认起来呀。哦，错，唔看我也记出来呢。错啦，佢挨到喎，我也不卡前面咩？好啊，我哋阿妹要做你嘅。你啊，哎，昨天今天出去干嘛？ 做得啦，不过生意就会哈。哎，好，丁丁小心啊！大叔，我不卡聽到啲真唔甜哦，講也不賣也不卡嘅阿妹嗰啲乜手工嘅油機，啲機油嚟裝嘅啊！哎呀，我嚟記下落嚟呢。哦，安尼哦。阿婆，天天啊，阿平哈。厝家重要有啥么？算得能用啊，因为都按撇做，也唔听重点。阿公那种讲法到底有头落去无啦？啊？哦！你要叫人出来，你要先拍手。好啊，可是干嘛要拍手？你没有看过飞行秀吗？就是时装秀啦。哦，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你只要拍手就好。拍手，你总会了吧？会啊。不是这样啦，是这样。哦，不是啦。哇！大家好。你们有没有想我啊？有。我也很想你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的走秀。 很高兴我今天可以得到这个奖。首先，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不要谢谢讨厌打工。我
还要谢谢村长阿公、校长、小丽老师，还有我的好朋友丁丁、四比。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谢谢。静雯，你好漂亮哦！静雯，你好美哦！鼓掌，静雯，谢谢。什么？鼓掌。哦，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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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鼓掌，鼓掌，鼓掌，谢谢，谢谢。鼓掌，阿水啊，阿水，有谁你送我？村长，孙母你，要多佛跳，懂厉害哦啊！阿妹，要多佛跳。欢喜冇欢喜哦，冇太甜太巧哟哈。你好穿前不那边读书哦，再甜哦，我都感染啦。哦。哎呀，水啊，见果子哦，卖唔出去，按打骗各种，喊做你买钱哦。哎呦，买了跳舞哦，真啊，粗细细样做得咯吼，有冇？阿水啊，阿水，来过多酸果子，来多温嘅酸果子啊。我酸果子，这个一摘啊。阿水耶，姑娘喺肚内爱食嘅，有冇安尼讲法呢？哎呀，苏梅啊，你心口哦，真係吐錯咧，真係哦。係啊，係哦，個人啊叫伊隻孫咧幫人男吼，哎呦，我要痛死佢咯！唔叫，你看下身材，順包爛哦，係冇？順包爛哦，跳哦。Aku benar tidak mau melahirkan anak lagi. Biaya hidup Spin aja, aku masih tanggung sendiri. Kalau melahirkan satu lagi, pelihara pakai apa? Aku nggak berani. Setidaknya suami kamu bisa ajarin Spin. Aku datang sekolah saja, disebabkan dia ada penyakit buta huruf. Dia nggak bisa ajarin Apin. Makanya aku sekolah duluan, supaya bisa ajarin Apin. Susah ya? Susah juga nggak bisa apa-apa. Kalian bagaimana kabarnya? Aku mah nggak KB, suamiku nggak kasih KB. Katanya mau lahir anak banyak. Puskesmas ada obat KB gratis. Gratis? Di mana? Kasih tahu dong. 阿水嫂，啊？阿水嫂，唔等你参加考场啊，迄讲有摕唔到的 visa，出掉来好高门牙就做得了。好，小丽老师，孙梦怡。唔会啦，拜拜。好，拜拜。Suamiku cerewet. 多谢小李先生。做到了啊！男朋友谈恋爱哦。曹人呢是小李老师的男朋友。不是啊，还不承认？不承认，不要乱讲啊！有的时节，我本人看人会比人看这个还较清楚，尤其迄家己，也爱天白注意到，迄个不是恋爱过的什么的先生，也做得讲爱骗我的伫神法当中讲出正确沟通的话语。不过，有关爱情应该讲的话。也是我马上强爱家己，真系爱情，爱从一点点没摸清楚。大梦伊。筹码盖。大伯，
你叫人做片，你有诱骗吗？冇。你们嘅，你带系诱骗。哎，哎，干啦！你看，有没有奖吗？好强哦！由於咗你做係個秘密基地。哇，有地方啊！喺街啊！哇，还有瀑布哎！呢個有可能，我想啲啊佢嘅面相。當然，而家講嘢係有行踢做，不過你聽咗啲事情係夢想。可能冇啲下佢面相過嚟啦。因為我講，你硬冇看過有人來呀了。有可能，有啲好山好水，連空氣都啱好，有可能冇人來咯。冇人哋啊地方啦，本天兒咩唔啲雲淡好點來啊？很大爽哦！古時我怎麼講冇啲下佢面相啊？就因為困難眾多，就算佢需要你的鼓勵啊！好啊，小瑩，加油 ，Go！ 不夠，加油加油 ，Go Go！ 不夠，不夠，加油加油 ，Go Go Go！ 不夠，不夠，不夠！小李。渭水洞墙，你看看那了。好啊。聲音啊。好啊。快點，快點。强哦，要水很强力哦，乔宇，喂，喂，阿妹請嘅。喂，啊嘿，你有搞啦？啊好，愛啲，什麼嘢啊？喂，收工啦！好，快啲，耶！愛你哦。阿斌，看東來看樣一下。乜嘅看暗啲？半夜圖書你很點樣一下？你說圖哪去啊？阿妹，我來。我自己來啦。阿妹咧。呀嘿。媽。用嘅哈。冇馬事啦，我係沒有見人係拿藥嘅啦。啊，媽，你個人順啊？好啦，來啲啦。祝賀你啦，我老眼見好。哦，最近唔錯啊！而家份見都幫啦。唔幾幫審啦。
给你放手。啦。阿妹，毕有位事情哦，请你莫甲阿水讲。唔只有一个生人的啊，种生人的吼，对因来讲啊，唔免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阿妹，唔免爱莫讲啦。以前哦，我上叫阿边的时候，母卡常常无钱，我常常去甲亲戚哦。借钱来买有难付呢，生日不平哦，我钱好看啲些，我冇爱生日安尼过苦日啦。一种事情啊，吼，我也总得强求你啦。人生啊，唔免讲妈个事情做定规划好，准备好，怎做得进行呢？生日的吼，佢将我带出来。佢家生日，我供养的想法啦，吼，已经做挺好咧。啊，不过圣诞诶，冇工厂，我冇办法出嚟赚钱诶，都冇简单，有买有为奖诶机会，那想那先赚钱啦，赚够诶，我将来叫啦。我下次吼，做专业苗栗的啦。阿妹，俺叫专做嘛解？时间比有位事情，你爱来咯。别啦，咱的手爱放起来。有限啊，我上来看啦。阿水的哦，阿爸，你是条一三年出卡，我唔放心。阿妹，我系暑假哦，阿边要下山去读书，你做点每年去看见冇？做乜个爱去山下读书？元旦介绍哦，冇诶。冇诶。爱飞踢啊。哦。哎呀，我都元旦人，全部乜同一件事嗬，冇想到乜阿飛踢嚟吧？聽講簽唔到學生，所以愛飛教嘅。你都等你哋學生唔用啊？拿來。馬雞。是唔好叫我約佢啊？我聽唔過幹啦。阿妹，你咩講？我係出家嚟做主嘅。學校都找唔到學生嘅啊，冚家嘅叫付唔出嚟啦。馬雞付唔出。哎呦，馬雞乜付唔出啊？啊，去了呀！去做哪？阿姨呢？我比你更多。哇，好多！今年迄唔承認錢迄個頭誒，那就打到佢承認。俺那都簽過，就還簽唔到嘅。之前嘅元旦哦，乜嘅事情冇咩做做，就瞎走意嘅。都過樹嘅人好冇，當適合攞嚟搞白。慢慢來看解，佢哋係未行過面對將來，不敢有嘅不應該，想了悔，你愛這個。